早兩日咧就同我 mentee 去傾完啦，咁佢突然之間咧就問我：如果你而家重返20歲，你會點開始？咁我就當然諗一諗啦，咁我就答佢：如果可以從頭再嚟咧，我會專注做3樣嘢，至少咧可以慳翻5年嘅時間。第一樣嘢，練一個咧即刻可以變現嘅技能，咁就唔係為咗興趣㗎嚇，而係諗清楚邊一樣嘢市場係有需求，我又做得到，人哋又肯俾錢嘅 video editing 啊、thumbnail strategy 啊，咁門檻低，接 freelance 咧就可以揾到錢。第二樣嘢，早啲開始去做內容，建立個人品牌，就唔需要一個好靚嘅 filter 嘅，只需要咧每日去輸出，就等於每一日咧就會多一個人去認識你。你越早開始，世界就越快記得你係邊個。第三樣嘢，唔揾 mentor，揾同行者。創業初期咧最怕唔係無知，而係孤單。揾到一班人咧一齊去做 content，一齊去試錯，一齊去成長咧，咁就可以快10倍啦。睇翻轉頭咧，唔係唔努力，而係咧努力錯咗方向。你唔需要最好嘅準備，你只需要開始練習，俾世界見到你。今日係咁先，我哋下條片見 ，peace。